大家好，我係小寧，歡迎來到我頻道。講起餅乾，大人細路幾乎個個都鍾意，呢點應該唔使多介紹。小朋友放學返屋企，順手拎幾塊當零食；打工仔朝早趕時間唔整早餐，拆包餅乾就頂得肚。下午茶或者宵夜肚餓，第一時間都係諗住食餅乾填下個肚。好多人食到養成習慣，日日離不開餅乾，朝早當早餐，夜晚當宵夜，甚至做地盤或者體力勞動嘅朋友，一日三餐成日靠餅乾嚟頂肚。大家覺得餅乾乾乾地唔油膩，好似好健康，從來冇諗過日日食，餐餐食，居然隱藏住超大健康危機。今次香港消委會大動作，專門抽查市面上60款常見包裝餅乾，結果一出真係嚇親人。唔係個別幾款有事，而係全部60款樣本，通通驗出基因致癌物，冇一款走得甩。當中仲有7個樣本同時驗出2種基因致癌物。更誇張嘅係，足足46款餅乾一次過驗出3種有害污染物。呢3種污染物講緊乜？就係環氧丙醇、丙烯酰胺同氯丙二醇。呢3樣入面有2樣屬於基因致癌物。乜嘢叫基因致癌物？佢唔係普通有害物質咁簡單。當我哋食落肚，經過腸道吸收之後，呢啲物質會直接干擾同改變人體細胞基因，長期累積落去，會大幅增加患癌風險，絕對唔係講笑。再睇下具體超標有幾離譜，好多都係大家成日買成日食嘅牌子。首先，環氧丙醇含量最高係芝上品芝士味梳打餅乾，每公斤高達3900微克，直接超標。呢隻餅乾可能唔係人人都常食，但大家好熟悉嘅芝士夾心餅乾都有1300微克，仲有原味夾心曲奇都達1000微克，全部通通超出安全標準。跟住係丙烯酰胺，超標最嚴重係磨印良品紅豆夾心餅，每公斤620微克，而友盟對一般餅乾、威化餅、消化餅定嘅安全標準只係每公斤350微克。市面上大部分威化餅、克力架、消化餅全部超標，冇一個幸免。第3種污染物氯丙二醇，有2種常見餅乾含量高到每公斤2000微克。根據歐盟食品安全局權威建議，成年人每日攝入上限只係120微克，小朋友體質更弱，5歲細路每日上限得39微克。記個好震撼嘅數字，成年人淨係每日食8塊餅乾已經超晒標，5歲小朋友食3塊就超出每日安全上限。試問邊個食餅乾識得克制？好多人一開一包，間地就 KO 成包，唔知唔覺超標好多倍。長期落去，後果不堪設想。長期食呢啲超標餅乾，對身體傷害係全方位。首先直接影響中樞神經系統，好易攰、精神差、專注力下降。其次加重腎臟負擔，日積月累會損傷腎功能。最值得警惕嘅係，佢仲會影響生殖系統，尤其對男性生殖功能造成不良影響。街坊千祈唔好掉以輕心。好多人以為梳打餅清淡少油，比夾心餅乾更健康，但今次檢測直接打破呢個勾。福芝上品嗰款芝士味梳打餅乾，每100克總脂肪高達41.3克，係所有樣本中脂肪最高，比油膩嘅夾心餅乾仲易致肥。除咗致癌超標問題，今次仲爆出高糖陷阱。其中一款黑白配朱古力卷香草味，每100克含糖量高達42克，成年人淨係食半盒，已經佔咗世衛建議每日糖分攝入上限1/4，食多就好易糖分超標，引發肥胖同血糖問題。仲有個更離譜嘅亂象，足40抽查樣本，實際營養成分同包裝標籤完全唔相符，標籤寫低糖低脂，實質檢測係高糖高脂。
標注營養含量同真實相差好大。消費者睇住標籤揀零食，根本係俾商耕道，監管明顯有漏洞，令大家食得冇保障。講到呢度，好多街坊會問，又話致癌，又話高糖高脂肪高鈉，以後餅乾係咪完全唔食得？其實又唔使咁驚，但一定要記住大原則，千祈唔好將餅乾當正餐。依家好多打工仔、學生哥、長者，為咗慳時間貪方便，日日用餅乾當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呢樣千祈唔好做，因為長期咁做，會喺唔知唔覺間吸入好多污染物，同埋高糖高鈉高脂肪。如果真係想食餅乾，最好少食多滋味，淨係當兩餐之間嘅小零食，每次2-3塊就夠。絕對唔好成包食，就算營養標籤唔準，只要控制好食用分量，都可以大大降低致癌物同身體受損風險。尤其屋企有小朋友嘅家長，更要管住細路把口，唔好任由佢哋日日當零食狂食。打工仔都唔好再偷懶，盡量唔好用餅乾頂3餐，一時貪方便，代價係日後健康。總之一句，餅乾唔係洪水猛獸，但絕對唔可以肆無忌憚日日狂食。認清今次消委會檢測嘅隱患，避開超標工藝嘅款式，控制好份量，先可以食得安心，食得健康。希望今日分享可以提醒到每一位朋友，尤其有小朋友同老人家嘅屋企，亦可以轉發俾屋企人、朋友知，一齊避開餅乾零食呢個隱形健康陷阱。好啦，今日視頻內容到此為止，希望對你有幫助。我哋下期再見。